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聚集在祷告会当中，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了真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了真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出埃及记15章26节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口来赞美主，因为他是充满智慧的主，因为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他是满有医治大能的主。我们开口向神来献上赞美。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你医治的大能，帮助我们身心灵能够得释放。主谢谢你，让我们生命能够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的医治，渴慕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靠耶稣的名，阿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灵，主啊，你向我们吹气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从那石矿里面，主啊，从那石的心，主啊，成为一个新的心，主，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主啊，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主，我们要跟你一起同死同复活，主，我们就是要被你叫醒，主啊，我们就是醒过来，主啊，你来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们，阿们。阿们。主，在寒冷天气当中，主你的爱温暖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在赞美当中我们要遇见你，我们向
向你献上感恩，阿们。阿门。大家再一次的大声来赞美。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尽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光阴烈日后荣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喜在尽在永在的君，喜在尽在永在大声宣告。喜在尽在永在的君王。请大声的拍手。哈利路亚！让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主啊，因为你是喜在、今在、永在的主，阿门。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敬拜，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祷告。主啊，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是真实的向你来敞开我们自己。愿主你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学习更像你的样式。主你已救赎我们，招取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我们再一次，主你已救赎我们，招取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深讨你喜悦。是的，主啊，你已救赎我们，主你已救赎我们，招取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深讨你喜悦。是的，主啊，你在圣经当中所留下的字句，
不是要捆绑我们，不是要约束我们，乃是要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自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啊，愿主你在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就照亮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意思，你话语的真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将你的旨意，你对我们美好的心意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也为我们有意无意的过犯，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来开口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求悔赦罪之恩，向神来悔改，因为我们要回转向神，我们开口来祷告。神的荣耀，但是主因着你的慈爱怜悯，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你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你，主，你等待我们归向你的时候，天国才降临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神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赦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是光，主啊，我们如果没有你的光来照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原来在那黑暗中。难怪我们的心不能平安，难怪我们总觉得孤单，难怪我们总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们，难怪我们总觉得主啊，你这为何不在？主啊，你为何让这世界变成这样？但我们却不知道是我们自己。更糟的是，主，我们自以为义，主，我们把你的名给框住了，主啊，我们把你想要的心意框在我们自己的心意里，但我们却奉你的名在祷告。主啊，你在诗篇当中你说你不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离了你。主啊，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因为主你有赦罪之恩。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主，我们就回转。你要我们是一个回转悔改的心。我们愿说，主啊，你有赦罪之恩，让人知道你是主。你给我们再一次机会，因为你是恩慈的主。你为我们死，主啊，我们为你而活，警醒度日。主啊，是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你发怒是一时，主啊，但你却按着你的慈爱带领我们一生之久，永永远远。主，也因此主你行使主你的公义，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需要也更渴慕来回转向你，来向你悔改，认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清楚明白主你是公义，如同我们近期读的希节书，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公义，主你更让我们看见你为你名的缘故，主你不放弃我们，主你将我们拥入主你的怀里，
你将我们从各样黑暗之处呼召回到主你的家。主，谢谢你，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也让我们把握这样的恩典跟机会，因为主你是公义，若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得神的喜悦。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每一次真实的悔改当中，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拥有从主来的意念。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一次在祷告中，主，我们要呼求主你的名，我们要寻求主你公义的名。主啊，我们要寻求主你信实的名。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必按我们所行的来引领我们。主啊，来回应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若我们有那不合神你心意的，我们要再次求主来洁净，求圣灵来光照，好将我们的生命对准在主你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再一次来开口。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是的，主啊，愿我们每一次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祷告，向你来献上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更新我们，就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境况，遇到怎样的困难，在怎样的困境当中，主啊，我们相信唯有依靠你，只有依靠你，就能胜过这一切。阿们。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上的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给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胜利，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
就是我的力量，你就是我们信心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开口来宣告。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隐秘处。主，谢谢你，不管有多少的难处，你依然在我们的身旁，陪伴我们走，扶持我们。即使我们面对忧伤，面对困苦，你依然对我们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主，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我们要宣告你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除了你之外，我们别无拯救。主，你来就是要使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得安息。主，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更丰盛。谢谢主，因着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所以让我们能够亲近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的面前来祷告寻求。主，当我们渴慕你如入切慕溪水，你必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大大渴慕你的时候，我们必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荣耀，因为你是 Rapha， 是医治我们的主，你必医治我们的心。谢谢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我们城市、我们个人来祷告寻求的时候，求你怜悯，求你应允，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国家、面对我们个人的这一些苦水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我们的主。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在未来，我们需要有神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有内忧，有外患，我们常常受到恐吓，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台湾。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变化当中，我们看很多国家都锁国，我们看到新的变种的这个病毒虎视眈眈的要侵入在我们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用他的恩惠成为盾牌，四面来保护看顾我们。求神在赐下恩典当中，让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执政掌权的，还有在野的，能够同心合意，我们的百姓也能够配合。特别面对未来的4项公投，也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有我们民生的用电等等。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赐下他的平安，代替恐惧，也让执政掌权的有智慧，如何能够谋合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益处。也面对这样的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冲击，我们看到通膨的危机，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也基督徒站在这样的破口的当中，我们来守望，来祷告，愿神来护卫着我们台湾，也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开口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开口来向神来呼求，求他掌权在这个国家，在我们台湾来为他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在面对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变化多端，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毒虎视眈眈要侵入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依然护卫着我们，你依然恩典临到我们当中。主，谢谢你，让我们虽然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蔓延，你依然保守看顾我们本土，一直有20几天的加力。主，谢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人不可夸口，只夸耀神的恩惠、神的慈爱，在社会里施恩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让我们在国政上能够同心合意，除去一切的对立仇恨。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执政掌权有智慧，在面对经济、面对环保、面对这样的一个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主让我们的执政掌权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也能够让他们认识神，你赐下权柄在这个国家当中，让他们能够敬拜你、渴慕你，让你的灵充满在台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代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满心的期待，满心的盼望。期待你的来临是给我们更坚固，盼望你的来临让我们更有力量。主，我们要将一切都仰望你，因为你是力量的泉源。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国家交在你的手中。台湾所面对的处境，甚至在这疫情不明朗的状况之下，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只有你，唯有你掌权仰望你的时候，台湾的前途，台湾所面对的困境，都能够一一的来排解。主啊，谢谢你。主，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不论在外交、在内政、在国防，或者是在我们的公投上面，主，我们都看见你在掌权。主，你在掌权。虽然我们人看不清楚，但是在你的带领，台湾前面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迈向光明。主啊，真的是谢谢你，
求你赐下你的平安来代替这些疫情，来代替这些恐惧，来带领我们勇敢的走出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主求你也赏赐我们台湾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有智慧来带领台湾这一块土地里的百姓，为所有的百姓谋最大的福利。主啊，他们的心思意念唯有在台湾，唯有台湾能够面对所有的一切。主啊，谢谢你，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是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面对因着疫情所带来的这些各种经济的萧条，甚至我们各种百姓生活的艰难，主你看到了，主你看到了，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怜悯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困境，在困境中我们要看见主你的大光。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让每一个凡是仰望你的人，凡是愿意接纳你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境。主，谢谢你，特别是我们是你的儿女的主啊，我们更要站在那破口之上，为着这一块土地，为着这里的百姓，为着我们所处的社会，来向主你恳求。主啊，我们呼求的声音要达到你，达到天上，达到你的耳边。主啊，你是垂听人祷告的主。主，我们将这一切要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怜悯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这个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读，一起宣告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主是医治的主，帮助我们经历他丰富恩典，他医治大能的主。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意。也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可能会使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减低了。求神来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小组，再一次的聚集，彼此来取暖，彼此来鼓励，彼此分享，彼此代祷。今天牧师为了一对夫妇来祷告面谈，特别是这个姐妹，她遇到一些癌症的冲击那透过小组的弟兄姐妹的关怀，他们愿意受洗，他们已经报名受洗了那也愿意分别为圣圣别礼拜。牧师在今天为他们祝福。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契机。就好像刚才那段的经文，要在他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吗？看见神的荣耀。虽然他心有一些的绝望，但是弟兄姐妹，牧师告诉他说，在神有盼望，在神有
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正面临这些的人生的风暴、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时候，神要透过你祷告祝福，让他们经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他们经历在神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先开口来祷告，为了我们的心，为了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成为这世代的祝福，成为布道弟兄姐妹的祝福。主啊，奉你名来兴起这些每一个年龄层的领袖。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使用。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要成为是你合用的器皿。主啊，谢谢你，你使用我们，要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使用我们来祝福别人，让主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主你的面前，从这份的好处。谢谢你，你透过小组，透过这弟兄姐妹的服侍带导，让这些社区的朋友能够见到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即使他们是在困境，是在患难当中。主啊，你要重新让他们燃起生命的盼望。主啊，他们也有永生的盼望。谢谢你，谢谢你来医治、释放他们的心灵。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明年的核心同工领受意向，让我们在为着过去所预备的计划的这些策略方向，有新的一个看见新的礼拜，有新的服事，我们恳求神来帮助特别让我们肢体彼此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彼此来带导。神透过家庭建立祭坛，连接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来到主的面前，不管是小组、是教会或者是家庭，我们恳求神让那圣灵的火燃烧在我们的家庭，能够让那祷告的祭坛被烧旺。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呼求神，他圣灵的火来降下，燃烧在每个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肢体。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像以利亚所求的一样，降下圣灵的火，燃烧神的教会，在家庭、在个人、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主啊，让你圣灵的火燃烧呼召百姓来重修毁坏的祭坛，建立这样祷告祭坛，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他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主啊，谢谢你，建造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被召集起来，恢复这样的祭坛，让我们恢复对你祷告的热情。主，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世代的年轻人来祷告，来祝福，使用更多的年轻人被神来兴起，让他们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特别为了圣诞节，我们福音的这样聚会，福音的收割，神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他的面前来，要同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们，开口同声来祝福，来祝这些年轻的世代被兴起来，有更多的年轻领袖被兴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神，主啊，你来宣告这世代的年轻人，主啊，这世代的儿童，主啊，这些教会未来的教会，主啊，年轻人在这个知道该如何生活，主啊，你就是他们的榜样，主啊，你就是年轻人的榜样，主啊，你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榜样，主啊，虽然这世界，主啊，你来试炼，主啊，这世界让我们这个青年的往下沉沦，主啊，对你的力量，主啊，你的见证，主啊，让每个主啊，你就是有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大门，主啊，你要你的智慧，主啊，在年轻的时候，主啊，你在这个地方上主啊，他们就来尝到主恩的滋味，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成为我们的真实的，主啊，他们的生命真实的力量，主我们真实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同年，为着新闻产业，为着我们附近的社区来祷告，为着学校来祷告，为着我们对面的大市场来祷告，为着
谢谢你，谢谢你的生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这些面对癌症、面对这些长期的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病痛，我们恳求主来医治、来帮助、来释放他们的自由。特别我们也为着这些世上亲人的这些的遗嘱，特别是我们陈道宗牧师的这些遗嘱，我们恳求神怜悯，还有荣辉长老他的岳母我们恳求主也安慰这些遗嘱，他们失去亲人这些的哀伤。弟兄姐妹们开口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也为着这些身心灵病痛的、失丧的，或者是受捆锁的，我们为他们来祝，为他们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主啊，你是这一些受苦的人，主啊，你与那受苦的人同行，主啊，人生这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充满在他们当中，也帮助他们在生命里面遇见主，主啊，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安慰，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供应，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呼求你，在生命当中去遇见你，也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成为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经历你所的恩典，主啊，让缺乏的得到供应，主啊，让这些身心灵病痛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医治。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与他们同在。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爱，我们来到了教会。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主啊，这是一个肢体，这是互相帮助的一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新冠肺炎的时期，主啊，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主啊，是我们在这疫情降级的一个时候，主啊，是尽快的恢复各小组聚会与训练，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基督的尖兵，各小组都是福音服务，都可以成为社区服务的出口。主，我们谢谢你，也更多的来造就我们。主啊，是在我们肢体之间，我们是彼此是一个扶持，我们在婚姻上，在家庭，在亲子关系，也因着我们祷告读经，连结于教会，因着上帝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更好的一个关系。主啊，是你要兴起更多的年轻人、青年被主你来使用，装备成为合神的心意，成为合神的器皿。主啊，是不管是年轻人、儿童、老年人，不管在哪个阶段，我们都全力以赴，我们要容神一人。在这福音的圣诞节、福音的收割季节里，主是因着教会的圣诞音乐季，也青年的圣诞福音的会，还有儿童方面，在各个层面上，主我们都要引领社青的福音朋友得以进入教会，领受福音的好处，可以觉知，可以受洗，成为你的儿女，软化他们的心，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引领我们的朋友、亲友都可以进到教会里来，得着这个好处。主啊，是你也是怜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身心灵有很多受苦的肢体。主啊，恳求你来怜悯，求主你来医治，求主你来恢复他们的身心灵，让他们身心灵可以更加的健壮，为主你来的做见证。主，是我们要为了世上亲人的遗嘱，陈牧师的遗嘱，还有文玲姐妹的妈妈，主啊，恳求你圣灵，你来安慰，你来扶持，亲自来安慰他的家人，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悲痛的时候。主，是你是安慰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圣灵
引导我们，让我们肢体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感谢赞美主。孩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我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要来宣告主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弟兄姐妹，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要在我们当中，信要救了我们，信要经历神的医治，信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丰盛里面。领受你的赐福，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属天的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医治大能与你们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我们请坐。